体育消息，2025哈尔滨亚洲冬季运动会，咱台湾伫男子冰球的这个项目对阵泰国，落尾手台湾是以3分比1分拍赢对手，嘛摕到这一届头一个胜利。 男子冰球预赛，台湾对泰国比赛自第2节开始有提分数，台湾掌握到反击的机会。17号张浩元伫正边探到机会射门，这球唔但是球速正紧，角度也正刁，台湾先摕到分数。台湾要挑战这一届亚冬运第1胜，力求有1就有2。 这边进攻正猛，第一波无射入去，先反弹到正边的片面，国家伫球门头前的文培安互相配合，正水的破门，台湾2比0继续超前。第二决胜节战况愈来愈激烈，林苗成自正边发动攻势，这个正水的假动作了，大打射门，这球成功到守门员的大腿了，弹入去球门，分数怎么是3比0。 比赛剩6分钟的时阵，泰国队也入1球，不过上尾台湾也是3比1赢泰国，摕到这届亚冬运的第1胜。台湾出兵选手戴伟玲是参加竞速出兵男子500公尺决赛，排伫咧第6组的外道，庆声响，戴伟玲油门吹到底，不过第4选手史蒂文先通过100公尺，到弯道时阵史蒂文继续加速，戴伟玲虽然和对手扭开距离，不过也是全力冲。 但是上尾史蒂文先通过终点，戴伟玲36.02，输给对手的35.54，暂时排第3。所来其他国家的选手也上场比赛，上尾成绩算起来，戴伟玲排第14名。另外看这边的比赛，正水的细跳，全力的冲刺，伊是亚冬运台湾恢复出兵唯一的希望。李武祥满18岁了，第1场国际大赛就是亚冬运，心情加减的紧张。 第一次到这么大的场，所以有点不适应这么亮的灯光，有点看到灯光的时候会脑袋一片空白。去年伫匈牙利摕到金牌，加正有信心。不过上尾目标也是明年意大利的米兰冬季奥运，这边算是第1阶段成果的验收，正重要。目前在短曲的配置是一个3A 跟一个4周的跳跃，然后旋转部分有改变，有 排到更高定级的旋转。亚冬运的强度是未输给世锦赛，台湾新生代的恢复出兵王子是全力表现，希望会当突破自我，摕到好成绩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